就是疾管署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嘛，特别注意到最近吐骨头的人真多，原来就是因为疫情愈来愈热岛，提起时代都要叫囡仔较接洗手、较接消毒。像讲刚刚台中市因为吐骨头挂急诊的人数，小连续4礼拜抢悬，特别是1月到3月是病毒上较严重的时间。新正年伫要休困，惊大家做伙安尼越来越去。卫生局呼吁讲，假使若是有吐骨头的症头，都要较接洗手、较接消毒，搁要隔开，莫和人做伙，才会当有效避免病毒继续为人的风险。双手一直触袂停，触出这个白色的泡，千万莫小看这个动作。若是无做好卫生的管理，小心落落病毒会找上门。回家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洗手，然后吃东西前也要洗手。那有不舒服的话，就是口罩戴着。那我们的预防措施大概都是这样子。每年11月到3月是落病毒常常发生的期间。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资料，台中市108年第52个礼拜急诊急性闹巴肚看医生总共有739个人，人数比达到4.8%，比去年同期3.9%更较悬。这跟抵抗力没有什么关系，任何人都可以得到。在一些消毒的频率啦，卫生上更要的加强。这警觉是不够，都已经散布得更厉害。预防较赢治疗，较骨力洗手消毒，拢会当有效来防范这个病毒。因为年节伫要到啊，就惊会出现族群的感染，主管机关嘛加强宣导。在吃饭之前或上完厕所之后，一定要落实勤洗手，要湿搓冲擦，那避免感染病毒。俗语里讲，病对喙来，除了注意食物的卫生，食物件进前嘛一定要用散文来洗手，特别是便所也是水道头，拢一定要用漂白水来消毒，才会当有效来避免感染这个病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